啡，B 套餐送飲料，C 套餐送蔬菜沙拉，D 套餐送水果沙拉，E 套餐送蛋花湯，ABCDE， 你看你选哪一句？那就选 A 套餐吧。咖啡可以提神，但如果产生依赖，会对人的正常作息时间和生活工作产生副作用。据我了解，雷小姐的肠胃不是很好吧？像你这种肠胃不好的人，最好不要和她。你好细心啊，那咱们就选 B 套餐吧。B 套餐，很多商家现在投机倒把，比如说一杯草莓汁里面可能只有1个草莓，如果不是现榨果汁的话呢，里面会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啊、防腐剂等东西，对人体也有伤害。那照你这麼說 ，C 和 D 也不能選了，因為水果和蔬菜的沙拉醬裡面也有食品添加劑和防腐劑，所以說也是潛在的毒藥。我只能選 E 套餐，對嗎？雷小姐的邏輯推理性很強嘛，很適合做律師。哎，我覺得是你挖掘了我當律師的潛力，近朱者赤嘛。李律師啊，那我選 E 套餐應該沒有問題了吧？也不是絕對的，只是相對 A、B、C、D 來講，它還算比較靠譜。李志律師啊，我覺得你實在是太幽默了。不敢當，不敢當。好吧，我們點點東西吃吧。民以食為天嘛，我們先點菜。服務員，李志同志，我以前吧，以為你們律師這個行業的人都是一群挺呆板、挺嚴肅的人，今天我才發現，你們是一群挺有趣、挺幽默的人。其實表面上看起來越嚴肅的人，內心越狂熱。是嗎？哦，不好意思。來，為了狂熱，乾一杯。為狂熱乾一杯。酒量不錯嘛。那必須的。李志同志。你也看了我的通關法則，你認為你能順利的通過以下的幾關嗎？我不敢保證，但我會盡力。我的要求可是很嚴格的。我做事也是很嚴謹的。你有你的通關法則，我有我的戀愛法規。這是我花了1個星期整理的，請過嗎？這麼正式啊？當然，不要忘了，我是一名律師。第1條，本法規是李志和雷閃閃戀愛關係的基本準則。第2條，李志和雷閃閃雙方實行求婚後，戀愛約束，不找小三，不搞外遇，男女平等的戀愛制度，保護戀愛雙方的合法權益。第3條，李志和雷閃閃在雙方自願的前提下發生性關係，並且實行計劃生育。第4條，李志和雷閃閃。不好意思啊，李志同志，這個戀愛法則一共有多少條啊？一共有222條。222條？沒錯。那這樣吧，我還是自己拿回家慢慢的閱讀吧。不，這樣不好。我感覺我想把最重要的1條念給你聽，因為這才是我制定這部法則的最終的目的。第222條，李志和雷閃閃戀愛適婚期滿，可到相關民政部門申請結婚，並按照法律程序依法辦理結婚相關手續，領取結婚證，成為合法夫妻。怎麼樣，閃閃？你感覺我的戀愛法規怎麼樣？太神奇了。讨厭。快醒醒吧你！在這幹嘛呢？Baby，昨晚是不是失聲了？以走婚的名義濫情也是不道德的。
你们俩誰先主动的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80%是你给人家给停尸了，还是你情我愿，狼狈为奸？昨天你们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开的房？说好了先求婚再走婚，那个男的长得什么德行，我们俩都没见过，你就急着把自己献身了，你对得起我和冬眠吗？想反抗啊？要辩护啊？申诉总可以吧？给他个机会吧。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。那你有什么难题就说出来吧。如果確實是覺得冤枉的話，我們也是可以從輕發落。你們兩個骯髒的靈魂，知道人家是幹什麼的嗎？啊？不就是律師嗎？那律師是幹什麼的？打官司。只說對了一半，人家律師是伸張正義、主持公道的，哪像你們這麼下三濫、這麼低俗、滿腦子就是你死路。哪個傻，你就簡簡單單、清清白白的說說你們倆到底發生了什麼吧？到底上沒上床？我們兩個只是清清白白的吃了一頓非常營養的晚餐，然後就開始漫談法律，別的什麼也沒幹。漫談法律，就這點文化素養，還跟人家漫談法律？怎麼沒聽你跟我們漫談過啊？跟你倆漫談法律，那不是對牛彈琴嗎？你倆除了會談情說愛之外，還能幹點什麼呀？還會關心你。什麼時候約我們跟他見一面啊？我們也想跟他漫談法律。好吧，那就等哪天你們表現好的時候，我再幫你們約跟他好好漫談法律啊。現在就打電話。我的態度、心情，一切都非常好。是，我們倆現在對學習法律的熱情很高漲。你當人家跟你們似的，成天沒事幹呢。幹什麼？幹嘛？打電話。別，我還沒刷牙洗臉呢。刷牙洗臉？你這又不是視頻電話，人家看不見你眼神。還怎麼播了你？哦，喂。喂，閃閃。那個李律師你好，是這樣的，我有2個閨蜜，她們倆現在特別想跟你漫談一下法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現在沒時間，因為現在在跟當事人了解一個案子。我們改天再約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OK。好的。哎，對了，閃閃，我把修訂版的戀愛法規我就發給你，你有時間看一看，哪裡還需要調整一些。啊，好的。OK，那我們改天再約。拜拜。這麼快就約好了？人家正在審理案子呢，真討厭，人家煩不煩人呢？哎，律師有時間。喂，嘿，田總。喂，林閃閃，你在哪裡呀？啊，我在馬房那個什麼，跟閃閃079在一塊兒，我去看看他那個什麼。